暖暖十门课，咱来故事看万世。庄脚囡仔用心话，咱的故事探万地。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十门课节目。伫迄个无安亲班的年代，囡仔对学校放学了，就是自由活动的时间。只要甲士大人交代工课做煞，剩的时间就随在你拍喷。若是拄着休热，佚佗的时间要搁较济，嘛加几啊种出头好耍，亲像钓鱼、掠河溜、放风吹，也是转去阿公阿嬷兜度假，享受无烦无恼、食饱佚佗的日子。漫长的暑假里，田野上充满小孩子的笑声。我们放风筝、爬树、捉泥鳅，直到黄昏的炊烟升起，才跑回三合院，急急忙忙地写着暑假作业。暑假中，妈妈也会带着我们回外婆家。1、2、3、4、5、6、7，数了7座桥，外婆家终于到了。当落雪的歇热，规个田洋拢是囡仔的笑声。阮放风吹、爬树仔、掠河溜，一直到尾阿嬷大灶的烟筒开始庆烟，才走转来三合院，赶紧写歇热的作业。歇热的时，阿母嘛会带阮转去外妈兜。1、2、3、4、5、6、7。爱行过7座桥，才总算会到外妈兜。假日徛伫西丽大桥河边的布花，红记记的大桥，青色的草埔，抬头看，天是彩色的，一只一只风吹飞上天，亲像大色的蜡叶，有的亲像鸭仔，有的长落落，袂输是一只野公，也佫有流行的卡通人物，各种的形状，各种色彩的风吹，伫天顶车拼，看啥人飞了上悬，看啥人挡较久袂摔落来。阿如想起细汉的时阵，天顶飞的风吹，敢若乌白，因为迄时阵的风吹拢是用报纸做的。一个伫咧哭啥货？阿兄后妹因小姐要去放风吹，来带我去。你伤细汉，袂晓放风吹啦。风若较大，风吹你救袂着，你对因去毋好耍。你踮厝内甲阿嬷斗警菜。我不会，我要去放风吹啦。查某囡仔足烦，人都毋互你去，是咧乌白吵啥货？伫遮的即八兄弟姐妹当中，阿如是上细汉的，阿兄阿姐拢读高年的，无到国中、高中，伊一个一年仔，定定靠对袂着阵。阿如叨叨阿嬷甲伊用旧报纸做风吹。也无阿嬷你做风吹互我，阿嬷无闲啦。我甲你斗竞赛，等下你甲我做风吹。吼，真正是剃头店公休。什么剃头店公休？无理法啦。
你先去隔壁八公仔因兜，甲讨几张旧报纸，等下菜拣好，才做一只互你。好，秋天的稻仔，甲天边黄昏的日头共款，甲规大片田照甲亲像黄金，金细细，八岁的稻仔头咧咧垂落来。无两三工，八公的埕又搁开始拍漆仔，金色的风甲漆仔送入去稻埕。收割过了的稻仔田，爱搁过一阵仔，才会种冬天的青菜。这个时阵，无种做的田，变成是囡仔放学以后的运动场。拜六礼拜，阿如的阿兄因会招同学斗阵做风吹。阿宝，恁去干嘛店讨旧报纸？我来去写碟片仔。我转去甲阮阿母摕棉仔线。阿妹，你看恁阿爸有牛筋线无？牛筋线较袂长。好，我来做报纸球，等一个风吹放了，等国中囡仔转来，大家招来讲球。好哦，等一下我转去摕迄支棍仔。我嘛要去放风吹，你甲我做一只。你遮细汉袂晓扭风吹，搁再讲，田里的稻仔根头足歹行，你会跋倒。一群人无顾阿如的心情。后摆我才带你去。后摆，毋知要后几摆，根本就是袂带阿如去。袂使，阿如爱用最后一招哭，而且爱哭互阿嬷听。恁甲阿如带去，伊遐细汉，去会踮骹半手。互伊坐踮边仔看，风吹放去顶悬，才互伊扭一下。遮尔无通。好啦，行啦。嘻嘻嘻。阿嬷讲话啊，所以因只好互阿如这个爱哭爱对路的个人缘对伫后壁。阿如，你坐伫遮等，莫学白乱走。我嘛要放风吹，等风吹飞去你天顶，才互你扭啦。好啦。阿田，我讲放手，你着放。好，放手。阿兄，风吹飞去哩啊！阿妹来，线互你扭。我嘛要放，也袂来啦。风吹哪飞去哩尔，等伊飞较悬呢。阿田，我放你的风吹。好，你甲我的风吹也较悬呢。好，放。飞去哩啊！飞去哩啊！我嘛要放。也袂咧，你坐踮遐等，等风吹飞悬，才互你放。后来阿如就无爱回去啊，因为伊一个戆戆坐伫边仔咧晒日头，看因身躯热扑扑，安尼有啥物趣味？伫足久以前，有一间三合院。广播剧也未演线，讲到放风吹，即摆囡仔风吹大多数拢是买变的，无像较早风吹拢是家己做的。节目上来去，咱邀请婚姻的文史专家沈凤杰老师来跟咱分享伊细汉的时阵安怎做风吹。放学了后，算会出头较深色的，较大汉的时，就是会去放风吹。放风吹，古早的风吹拢是囡仔家己耍的。
做风吹是囡仔头教的吼，用个竹啊，家己厝骹找竹竿啊，破开竹啊，破做米啊，破做骨啊安尼吼，竹骨啊、竹米啊安尼，来做风吹的棍了后呢，去甲人讨报纸，古早的庄骹一个庄头报纸极加10外分尔，无真济人拢订报纸，到尾报纸才有普遍。以早经济无好的时，捌字的人嘛较少，有报纸的人较少，所以呢，就爱去共讨报纸，报纸来，用个鼓黏黏的吼，家己做风吹，线呢，就是去找有人起厝，也是用按摩头村的迄个按摩头地啊，去甲揪迄个按摩头地啊的按摩头线，迄个线特别较润，阮拢叫按摩头线。按摩头地啊，天的线，或者按摩头线，按摩头线接咧，安尼，来放风吹，若用车线是袂用的，车线连伊断去，因为伊切，爱用按摩头线，迄个风吹才有法度收倒转来。要放风吹，爱走去庄外迄个农路的所在，找有风的所在，招几下人去遐放。一直到阿如4年阿兄因迄阵人已经去读国中一片稻仔挂了的田园，变成因这细汉的虾。你的风吹这边无病，我要甲风吹的尾溜折甲长，嘛袂使折伤长会动头轻，风吹飞袂去你。这块片我袂晓拗，等者我才甲你拗。线安尼绑敢对？毋对，爱安尼绑才对。一阵囡仔无师自通，用家己的方法做一只属于家己的风吹。这时阵的秋天，风送吹过来，是放风吹的好时机。学生囡仔放学了，就紧返去厝内，甲册包等伫客厅。风吹客出来，先煞走去柑仔店买一罐汽水，就紧赶去阿舅的田放风吹，要试看啥人的风吹飞上悬。风来时，哪走哪放线。有时阵，风吹一个就摔落来。田底是一张一张打起稻仔田的头，也佫有种黄仔甲烧草的时阵留落来深深的脚印，真歹走。查甫囡仔拢是褪正骹，走起来较紧。一遍搁一遍，风吹总算飞上天。咱来比看啥人的风吹飞上悬。我的风吹飞去你啊！阿宽，你甲我斗放好无？我拢放袂去你。阿如，你安尼是偷食步呢？你爱家己放才有准算啦。我毋管啦，只要我的风吹飞会去你就好啊。每一摆阿如的风吹若是飞袂去哩，伊就会拜托阿宽甲阿兄帮伊甲风吹放去哩。但风吹飞悬，阿如才扭手啊。因拢讲安尼是偷食步，毋过阿如毋管遐济，伊求阿嬷帮伊用旧报纸做的风吹，互囡仔的梦想悬悬飞上天顶。哇，你看，阿宽的风吹飞足悬，你要看袂到啊？阿英，你的风吹尾溜要落落来啊！你抓无掉啦！拄讲煞，阿英的风吹就拍车轮摔落来。是啥人的风吹山转去啊？我的啦！阿红哪走哪滑，阮一个人对风吹的方向走，想要知影风吹会落去倒位。
阿宽是阿如因即阵囡仔上高做风吹，伊的风吹头尾拢做甲真平均，嘛真肃结，看起来都是会飞真悬。阿如嘛会叫阿宽的风吹借伊放，风吹飞遐尼悬，阿如感觉线强要断去，规个人亲像嘛要互风吹扭去共款。球讲出去啊，紧走一类。假日的时阵，毋若放风吹，查某囡仔会甲旧报纸卷按按变成球锤，也是摕棍仔做球锤，甲报纸捏做球，用报纸做手套，打起的稻草做雷包。收割过了后的稻仔田是运动场，大家热扑扑伫遐咧讲球、走垒。一阵高囡仔，袂输甲家己当做少棒队，真认真的比赛，拍甲日头落山，规身躯乌麻麻。厝内大人摕棍仔来找人，才甘愿散阵。哎哟，你这个死囡仔，佮算啊规身躯乌酥酥，你领啥准备要试检菜呢？恁祖妈无要甲你细下。阿如有时阵会走去甲因讲球。有时阵会甲阿英、阿秀一寡查某囡仔坐伫餐花，手球风吹，哪开讲哪看因讲球。即款的囡仔时代，会当讲是秋天，互人上自由自在的日子。一直到有一天，明仔载，咱招大家来去放风吹。好啊！迄下晡，这个囡仔伫田林走来走去。阿宽的风吹悠然飞上悬，变甲足细只的。后摆我袂当甲恁来放风吹啊！啊，为什么？我甲阿兄要来去台北读册。啊，你要转学啊？阿宽甲阿兄是兄弟啊，因爸爸妈妈几冬前去台北做生意。甲因兄弟仔留互阿公阿嬷饲，即马生理做了有在，嘛伫台北买厝啊，所以要带因兄弟仔去台北读册。阿宽讲煞，大家雄雄无话通讲，点点看天顶的风吹。迄天的田埕感觉特别甜，日头无声无息落山。阿宽的爸母甲两只风吹带转去，阮的风吹煞减两只。自从阿宽转学，大家对放风吹嘛无啥物兴趣啊，拢是伫厝内看网架。田林春秋天的风，孤单伫天顶吹。阿宽甲伊的风吹留互阿如，后来阿如安怎放，都是放袂起来。有一年过年，阿宽倒来拜公妈。留互你的风吹，敢比较有滴的？哪有可能？早就破糊糊弹掉啊！啊，无彩，我的风吹遐高飞。你敢有做风吹，互恁囝算哈？啊，用买会较紧，因哪有可能要算报纸做的风吹？你应该教恁囝做风吹啊！唉，即摆囡仔拢咧耍电动，才无爱做遮有诶无诶。后边看你当时要转来啦，咱来招大家转来放风吹。好哦，好哦。
风吹是对一只？黄色迄只。哦，飞遐尼悬哦！天顶的风吹拢是彩色的，悬悬低低，闹热刺刺。只是阿如黑白囡仔梦，毋知已经飞去偌远的所在啊！今仔日的绘本故事广播剧《风吹》是由杨丽雅原作，罗江书杨丽雅编剧，洪秀芬台语校正。绘本朗读华语版林武正，台语版叶怡欣。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细汉的阿如阮诗玲演出，阿嬷陈雅芬演出，阿兄李建英演出，阿妹阮彩妍演出，阿如林依轩演出。阿田也有阿红、李平玉演出，阿宽、陈怡如演出，阿英、廖家清演出，大汉以后的阿如、王雅玲演出，大汉以后的阿宽、王家瑩演出，阿红的妈妈杨梅惠演出。今仔日的暖暖专门客节目已经来到尾声，非常感谢空中好朋友的收听。你若听了有欢喜有感动，欢迎你上咱专门客电台网站，甲咱留言，或者是写一份简单的文件。只要有写文件，就会当参加抽奖活动。咱要伫3月31号抽出10位幸运的好朋友，分别赠送马哈故事绘本。足久以前有一间三合院，或者是含这张老歌新唱的专辑，请大家把握最后一摆抽奖的机会。咱电台网站地址是 www.fm899.com.tw， 欢迎大家来写文件抽绘本。你看咧，真冷爽，水牛食草顺残花，乌树牛仔来做伴，脚只顶徛咧看关山，美丽岛，美丽的咱台湾。你看咧，雨丝香，暗顿吃白影闪闪，无像山谷红的线，金石脚月娘出遐顶。